講到這天氣是一年比一年較熱，這勞動部是修正相關的補助，這補助企業要列機械科技防災設備，還有買電風扇等等個人的用具，嘛希望讓降低勞工熱傷害風險。把行動電池拍開，3點懸的電風隨開始運轉。這是最近幾年營造業等戶外工作者為了因應極端高溫使用的電風扇，透過電風的運作，讓衫內面攏是涼風，體溫嘛因為安尼自然就降落來。因為現在大家很重視這個熱傷害嘛，對，所以是一個趨勢，但是也是一筆費用啊，因為它一套也是要個幾千塊啊。現在當然有補助，就會增加客人去買的意願嘛。業者講，熱天是到港買電風扇的高峰期，真受到市場的歡迎。為了照顧營造業者戶外的工作者，勞動部修正相關補助要點，提供小型企業、自營工作者來買電風扇、冰架等個人防護用具的補助，幫助到港來對抗燒熱天氣。10人以下的企業，我們可以提高補助比例80%上限3萬元。11人到50人的企業我們可以補助上限可以提高到5萬塊。勞動部嘛補助新增設置熱危害科技防災設備，推行多種預防減災概念，親像是熱危害的偵測和警示裝置，各相關的設備結合 AI 科技的管理，加強預防熱災害的發生。有那個熱危害的燈號的提醒，還有簡訊的發送。熱危害達到3級以上，我們就會點動那個降溫設備的那個開啟，可以去灑水移動式冷氣機的降溫。整體職業災害雖然有所改善但是營造業仍然是職業災害風險較高的一個產業。勞動部嘛公布第一季的重大職業災害死亡統計，死亡人數是50個人，和去年同期比是減少9個人，半數嘛是發生在營造業，以削落來的事故上嚴重。勞動部希望透過親像是熱危害的防災強化、多方預防來降低營造業的事故發生。記者綜合報道。